你可以諗下，如果你喺你自己屋企嘅車位度安裝充電樁，你會遇到啲乜嘢問題呢？第一就係可能係電力不足會跳掣啦，第二就係可能申請被拒啦，安裝不當有風險啦，最後可能咧就同鄰居啊或者係車主啊或者係物管啊就鬧得好不愉快。所以咧，其實你需要係咩咧？你係需要一個專業嘅營運商作為你充電夥伴。咁你究竟可以點樣去選擇一個優質一流嘅承辦商呢？咁第一點咧就係經驗啦。經驗係咩意思咧？就係佢有冇喺香港做過一啲安裝嘅經驗嚇，有冇服務過超過100個屋苑？呢個經驗係相當之重要。第二就係一個對於安全性嘅一流嘅標準，有冇 AI 智能化嘅實時監控啦？有冇監控住你充電嘅時候嘅溫度啦、電流啦、電壓啦？有冇 SaaS 嘅系統去幫你去做一個長期24小時嘅監控啦？等等嘅一啲安全嘅標準。第三就係一個責任嘅問題啦，就係同申請、安裝、維護同埋保養係唔係一站式幫你處理晒啦？咁呢3點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，因為充電樁咧就唔係一個普通嘅家電家居電器，佢涉及嘅就係價錢啦、功能啦、安全啦同埋服務，所以你需要嘅咧係一個長期嘅充電嘅夥伴，佢可以用科技同埋經驗，用一流嘅安全嘅標準去確保你未來幾年嘅充電咧都係安全啦、穩定啦、放心嘅。專業嘅人做專業嘅事。如果你希望揾一個一流嘅充電嘅營運商，歡迎你喺下方留言，我可以介紹俾你。